好啦，上次咧開咗一段片咧，就教大家咧幫屋企人啦、幫太太或者係幫自己父母啦按呢個膊頭啦。咁我發覺段片咧喺 YouTube 嘅 view 數咧都係我拍咗咁多段片裏邊最高。我相信可能咧好多人咧都有腰酸背痛嘅問題，咁所以咧特別多人留意呢啲系列嘅片。咁今次咧我都教大家一個好簡單可以放鬆小腿嘅動作啦。咁點解要放鬆小腿咧？原因咧，小腿咧係行路啦、企啦，甚至乎一個站立嘅動作，即係由坐低企身嘅站立動作，佢都好需要用到小腿嘅。咁小腿咧，亦都會咧過緊咧，亦都會影響咧腳踭嘅問題啦。例如係足底筋膜炎啦，呢個問題就好令人困擾嘅，因為咧大部分嘅治療方法咧都係治標不能治本。咁其實因為喺個小腿度冇一個我哋日常嘅深層嘅放鬆，令到佢嗰個問題解決嘅原因咧，小腿過緊嘅時候咧，腳踭嘅腳底嘅肌肉咧都會被拉緊嘅，拉緊嘅時候咧，咁佢腳踭就會較為受力啦，咁就會長遠咧就會令到個筋膜咧發炎。咁如果諗下啦，我消除咗個炎症，但係個小腿完全冇調整到個肌肉嘅時候，咁個腳踭仍然係過，腳踭或者腳底嘅肌肉咧仍然過緊嘅時候，咁就會繼續有炎症發生啦。小腿緊亦都會影響個腰啦、盤骨呢啲位嘅，因為拉咗之後咧，佢令個膝頭啊、大腿啊、大腿嘅後二頭肌啊，都會有呢個問題，都會有拉緊，令到個腰亦都相對變咗緊張嘅。咁所以咧，小腿咧係一個好緊要嘅環節，而且咧去放鬆小腿嘅話咧，每日做啲，就會慢慢解決問題，同埋預防咗嗰個問題嘅出現，而且咧係比放鬆一個拉大髀啊，或者放鬆大髀更加易嘅，好簡單嘅啫。好，咁而家咧可以咧俾一啲按摩油，或者我屋企冇按摩油唔緊要嘅，普通一啲嘅潤膚露啦，應該話係較為乳液啲嘅潤膚乳液，咁啊好簡單啫。好，夾實個小腿肉嘅位置啊，唔好夾得太入咧，有嚿骨嗰啲咧就唔係夾個骨嘅，夾個肉嘅位置。好，鉗實佢，將佢拉出嚟。咁呢個動作咧，可以你幫屋企人做啦，亦都可以自己做嘅，自己都可以夾到呢個小腿嘅肌肉。夾嘅時候可以有少少推上，拉翻落嚟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係未熟手嘅，唔好咁油嘅喎，咁咧可以就咁掹出嚟就得噶啦，就咁夾實，夾好個肌肉，好掹出嚟。咁呢個動作有啲似咧，我上一次咧介紹大家咧放鬆呢個肩膊嗰個肌肉一樣，就係咧靠一啲肌肉皮膚抽起嘅時候，令到個血液循環。從而咧令到嗰個肌肉嘅血液咧流通得好啦，而放鬆嗰個肌肉嘅，就係咁。好啦，進階版再教多次，進階版夾實個肌肉向上少少推落翻嚟，一個圈咁樣嘅，一個半圓形咁嘅。咁呢個咧會令到嗰個筋膜調整得更加好嘅，除咗佢放鬆肌肉之外嚇。就係咁簡單啦，今日咧就教咗呢個動作啦。如果下次咧你哋有啲特別嘢好想知道嘅，想好簡單可以放鬆到其他嘅位置嘅時候咧，肌肉位置嘅時候咧，你可以留言話俾我聽啦，咁樣或者WhatsApp 我哋啦，咁睇下咧有啲咩主題咧你哋好想知嘅。拜拜。